后来偏偏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，蒜头来起大价，但是沙巴鱼是大败市。这个全国上界大场的沙巴鱼的养殖区台南，最近是大出的季节，因为新冠病毒的关系，即卖外销销袂出去，内销嘛有限。渔民讲，去年这个时阵，沙巴鱼一台斤差不多是38块、39块，用要到40块。今年参外销，拢敢若剩25块、26块。渔民是希望政府会当甲因冒起加工，也则是比较着3倍罐来发行着买鱼仔罐，来稳定着沙巴鱼的价销。台南正港的料理，咸糜含汤，拢有这味青甜的沙巴鱼。全国上大的放沙巴鱼的所在，就是伫台南。今年的产值超过23亿，最近大出，但是内销无理想。讲哦，去年的沙巴啦吼，离这个时阵拢加差不多38、9块啊，30外尾到40块啦。啊，今年度可能是外销冻掉的吼。啊，所以讲若看外销的，拢差不多25、26块啦。有渔民讲4万斤的沙巴鱼，就算是了钱卖，嘛卖袂出去。有渔民是沙巴鱼和白虾啊，南做伙饲，但是做伙卖嘛无多补这空。即摆阮也算销无咯，咱内销嘛有限啊。啊，所以放这吼。放这鱼啊是有够辛苦的啦。渔民讲鱼啊真白痴，政府应该收购甲加工，来互市场的行情稳定，卖当照3倍罐的方式发行卖鱼罐，看会当互生意搁较好卖。国内养殖渔业受到疫情的影响，外销内销拢有无好的所在。渔民希望讲政府会当加强行销沙巴鱼，互销量搁较好咧，较侪人来买咧。